Hello， 大家好，我係 Alice， 歡迎你嚟到 Alice in the Austin 嘅頻道。一連幾集嘅影片，我都係會同大家去咗塔斯曼尼亞玩。除咗參加咗2個本地團之外，我大部分日子都冇揸車，都係自己坐公共交通工具去玩。喺澳洲嘅大熱天，上咗去又凍又大風，地下結晒冰嘅威靈頓山，俯瞰翻成個 Hobart 嘅美景。雖然凍就凍咗啲，不過都好過癮㗎。亦都喺 Hobart 市中心街頭漫步，行下碼頭，吹下海風，生活悠閒寫意。中意藝術嘅我，當然唔會錯過 Mona 新舊藝術博物館。Mona 係塔斯曼尼亞嘅獨特私人博物館，佢係以大膽前衛嘅藝術聞名。中意藝術嘅朋友就一定唔可以錯過呢個 Mona 啦。我亦都有坐船去Hobart 附近一個著名島嶼布魯尼島，睇下自然美景，食下珊瑚，飲下啤酒都幾爽噶。玩完 Hobart 一路向北走，去到塔斯曼尼亞嘅第2大城市 Launceston， 喺風光如畫嘅搖籃山附近，欣賞下美景，搵下啲小動物，尋回童真都係開心事。12月中去塔斯曼尼亞就一定唔好錯過全南半球最大嘅薰衣草田。喺北部我仲去咗一個壁畫小鎮 Sheffield， 除咗欣賞到好多唔同嘅壁畫之外，仲遇見到一隻好可愛嘅小羊駝同埋佢嘅主人。最後如果係星期六咁啱係嚟到 Hobart 玩，就千祈唔好錯過全澳洲最大嘅市集 Salamanca Market。咁當然呢幾集嘅影片係一定會介紹塔斯曼尼亞有咩正嘢食啦。如果想睇咁精彩嘅影片，咁就唔好錯過一連幾集嘅塔斯曼尼亞遊記特輯。唔講咁多啦，我哋去片。嚟到塔斯曼尼亞第3日，我哋將會去一個最具歷史味道嘅小鎮之一 Richmond。一陣間係會坐726號巴士去嗰度。呢個建築物呢，就係塔斯曼尼亞灘河，個巴士站呢，就係灘河隔籬嗰條街 Elizabeth Street 上面啦，就係 Hobart Interchange D4 巴士站。喺呢度搭巴士去 Richmond， 佢一日呢就唔係好多班嘅啫，一日只有5班車，大家自己揀翻啱嘅時間去就翻你嘅行程。今朝我哋就坐8點半呢一班，記得要準時嚟到個站。如果錯過呢一班，就要等2個鐘頭，坐下一班725噶啦。每程車費大概係澳幣7個幾，旅客通常就冇當地嘅交通卡，即係類似香港嘅八達通。遊客可以用現金俾車費，仲要係有找續服務。8點半就開車啦。呢位巴士司機絕對抵讚，為咗配合聖誕節來臨，特登着套聖誕老人衫去揸車，仲要襯埋耳環，真係非常搞笑。斷估唔係公司要求啩？司機叔叔除咗負責駕駛之外，佢仲做埋導遊嗰個位，介紹沿途嘅景點，睇得出佢真係非常投入工作。Respect。Richmond 位於塔斯曼尼亞首府荷巴特東北方約25至30公里，坐巴士45分鐘就嚟到。呢一個小鎮係以保存完好嘅19世紀喬治亞式街景、澳洲最古老嘅石橋同埋天主教堂聞名嘅。成個小鎮嘅氛圍都好寧靜，而帶有英式嘅田園感。過咗左手邊呢個石碑之後，就正式進入 Richmond。我哋嚟到 Richmond 之後，就會喺 Bus Station 呢個站落車，同時我哋一陣間亦都會喺相同嘅巴士站上翻車出翻去 Hobart 市中心。由於巴士嘅班次唔係好多，記得要睇翻回程巴士嘅時間表。一陣我哋就會坐翻2點25分嘅巴士翻返去 Hobart。呢個落車點係有洗手間，咁去完我哋行出去噶啦。巴士站直行出嚟就係 Richmond 嘅一條大街 Bridge Street。今日嘅景點全部就喺呢條大街嘅兩邊。第一間要去嘅呢，就係非常人氣高、出名嘅咖啡店 Chess Cafe。啱啱過咗早餐時間，又未到午餐時間，我諗 walk in 都有位啩，入去睇睇先。推開到木門，好似入咗一間英國鄉間小屋嘅客廳，店鋪散發出溫暖式嘅家庭氛圍。點解呢一間咖啡店會成為 Richmond 嘅高人氣朝聖點呢？主要係因為2個高人氣嘅甜點，就係呢一個俄式蜂蜜千層蛋糕同埋檸檬批。呢2個招牌甜點都係好多遊客指定必點。除咗蜂蜜千層蛋糕同埋檸檬批之外，咖啡室仲有唔同款式嘅蛋糕、餡餅同埋其他輕食。雖然出邊好多位置，但係我哋被安排坐喺呢度。我哋點咗1件蜂蜜千層蛋糕同埋1份 tiramisu。呢一件蜂蜜千層蛋糕係有驚喜嘅，佢係以多層薄薄嘅海綿蛋糕堆砌而成，中間夾入咗奶油餡，再淋上塔斯曼尼亞獨有嘅 Leatherwood 蜂蜜。蛋糕竟然唔係好甜，
蜂蜜嘅風味好濃郁，仲帶點花香。整體嚟講，呢個蜂蜜千層蛋糕係值得推薦俾大家。至於呢間嘅 Tiramisu 咧就唔推薦啦，成件蛋糕好濕潤，同埋個 cream 好多，口感麻麻，食落仲要好漏添。我哋就冇點檸檬批，因為朋友係唔食用檸檬做嘅甜點。呢度呢就係咖啡廳嘅另一個偏廳。食完嘢之後，就會同大家一齊行下塔斯曼尼亞州最具歷史味道嘅小鎮。鎮內保存咗超過50座19世紀嘅建築，街道兩邊多數係喬治王朝時期嘅砂岩建築同埋石造商店。呢度係塔斯曼尼亞州保存得最完整嘅歷史街區之一。呢個小市鎮整體節奏緩慢，商店多數係小咖啡館、手作店、古董店同埋紀念品店。我哋入去呢幾間古董店行下。中意睇舊物嘅朋友，相信你一定會喺呢兩間嘅古董店度流連不返，揾到自己嘅心頭好。呢一間都值得去，佢係一間古老書店咖啡廳。Pousiam 呢係小鎮最獨特嘅新興景點，係一座專門介紹動物糞便嘅科學博物館。咁啱今日關門，冇得入去參觀添，等下次啦。呢一間塔斯曼尼亞最怪嘅博物館係要收入場費嘅，有興趣嘅朋友記得留意佢嘅開放時間啦。繼續行下呢條街上邊有咩特別嘅商店？我覺得呢一間木製藝術商店啲木製製成品呢都幾特別幾有趣嘅。哇！呢個木製煲呔好特別。你見過木製水果未啊？除咗咖啡廳之外，呢一間復古糖果店亦都非常受遊客歡迎。店內裝潢保留住老式雜貨店嘅風格，售賣懷舊糖果，牆上掛滿當地嘅歷史照片。呢間糖果店提供上百種嘅老式糖果，同埋多款嘅雪糕。離開糖果店再行前少少就係薑餅人鋪頭啦。呢間小店專營手工薑餅，店內保留19世紀嘅小屋風情，木造裝潢溫馨，售賣好多款式嘅薑餅。中意薑餅嘅朋友就一定唔好錯過啦。薑餅人商店嘅後邊大概步行4分鐘就到咗 Richmond 監獄。我哋今日就冇行呢一個監獄。呢個監獄係澳洲現存最古老而且保存得最完整嘅殖民時期監獄，佢建於1825年。有興趣嘅朋友都可以去睇睇㗎。雖然對於古老嘅監獄冇乜興趣，反而好想去睇下澳洲最古老嘅拱形石橋，亦都係 Richmond 最具代表性嘅地標，就係 Richmond Bridge 啦。呢條橋建於1823至到1825年，已經有200年嘅歷史。呢條橋係由囚犯用當地嘅砂岩去一塊塊咁砌成，係典型19世紀石拱橋嘅代表。橋身由多個優雅嘅半圓拱構成，整體視覺有一種沉穩而不笨重嘅古典氣質。我自己覺得 Richmond Bridge 嘅美在於精緻嘅石拱結構、溫暖砂岩嘅色調，以及同河谷田園小鎮一體成景嘅故事感覺。走過橋面嘅每一步，都好似喺200年前嘅時光上行走。嚟塔斯曼尼亞旅遊，我覺得 Richmond 係值得一遊。喺呢度值得用半日嘅時間去遊覽，去感受呢個小鎮嘅悠閒、安逸同埋寧靜。又係時候行返去巴士站，坐回程巴士返返去 Hobart。上巴士之前覺得肚餓，可以喺呢一間咖啡室食咗少少嘢先上車。呢度有帶子批賣，但係我唔知道好唔好食。跟住喺咖啡廳隔離嗰條小路行返入去巴士站。除咗自己搭巴士之外，或者可以參加 Red Decker 公司搞嘅1日團，
亦都可以參加 Richmond 加 City Tour 嘅團，甚至加埋去威靈頓山，一張套票去齊3個景點。有興趣嘅朋友自己睇返官網。我就中意自己坐巴士嚟呢度，除咗經濟啲之外，遊覽時間長短可以自己控制。我哋而家坐返巴士出返去科博市中心。落車嘅站就係市中心最旺嗰條街 Elizabeth Street， 過咗馬路之後就係 Elizabeth Street 嘅步行街，即係等於 Adelaide 嘅 Rundle Mall。我喺度諗，呢度應該係全個塔斯曼尼亞州最旺嘅地方。呢一條步行街呢，就冇亞德萊德 Rundle Mall 咁長同埋咁闊，不過呢條街有幾個入口位可以行到去其他幾個商場。而家我哋行去一間由一對香港人夫婦經營嘅雞蛋仔店。佢哋嘅鋪頭呢，就喺呢個摩行到落尾之後過馬路就係呢條街，跟住行落去就見到㗎喇，就係呢一間啦。呢一間鋪頭就係由一對香港人夫婦經營，原本佢哋係任職香港教師，喺2023年夫婦2人帶埋一對仔女正式嚟到澳洲開展新生活，之後就開始經營呢一間店鋪，專係售賣不同味道嘅雞蛋仔同埋格仔餅，亦都有售賣其他食品同埋飲品，連荷巴特最出名嘅雪糕店嘅雪糕佢哋都有售賣。一場嚟到，香港人梗係要支持返香港人啦。哇，好挺身，好大塊喎，個外形好得啊！食落去，哇，非常脆啊！裏邊唔止係空心，一半係空心，一半係黐住啲餡，好好味啊！香港人喺外國開餐館，帶住期待同埋壓力前行，面對語言、法規同埋辛勞，事事親力親為，縱然孤單，當家鄉未被肯定，一切付出都值得。如果你嚟塔斯曼尼亞旅行，記得嚟呢度支持下佢哋啊！我亦都有一套影片係講香港人喺南澳洲亞德萊德經營食店嘅故事，如果仲未睇嘅朋友，希望大家支持下 CLS。講下講下又到食晚餐嘅時間啦，今晚會去一間非常受歡迎嘅意大利餐廳，但係我哋就冇 book 位，唔知 walk in 又得唔得呢？我哋就喺 Salamanca Place 出發，由呢度行去餐廳大概係10分鐘左右，會行上去 Kelly Steps， 佢係 Hobart 嘅一個著名景點。話說 Kelly Steps 係上 Battery Point 嘅捷徑，1839年捕鯨船長 James Kelly 親手開鑿呢一條樓梯，提供從高地住宅區即係 Battery Point 快捷通往 Salamanca Place 嘅通道。唔使5分鐘就上到嚟 Battery Point 嘅 Kelly Street， 係因為今晚食飯嗰間意大利餐廳就係喺呢個區。Battery Point 建於1804年，最初嘅時候呢度係炮台防禦區，後嚟成為水手同埋船東嘅屋企。Battery Point 嘅街區同埋屋仔係澳洲保存最完整嘅殖民時期建築群，係以喬治亞式同埋維多利亞式風格聞名。呢一間就係塔斯曼尼亞最受歡迎嘅意大利餐廳 Da Angelo， 諗住今晚喺度食晚餐，不過我哋冇 book 位，其實唔係冇 book 位，係 book 唔到。walk in 入去問下先，餐廳今晚竟然有位俾我哋啊！一入到嚟就見到呢一埲名人合照嘅牆，呢一間超過30年極具人氣嘅意大利餐廳，內部裝修一啲都唔豪華，但營造出超強家庭嘅氛圍。老闆 Angelo 喺意大利南部帶嚟家傳秘方，令到客人食到正宗嘅南意風味。餐廳提供多種類唔同款式嘅意大利餐，今晚我哋淨係叫咗3款餐廳最經典嘅食物。呢一個係白汁蝦手工闊麵，果然係招牌菜，非常好食。每一條嘅手工麵條都非常 Q 彈，麵條完美地吸晒啲醬汁，醬汁濃郁香滑，但係一啲都唔漏喎。而啲蝦呢都非常新鮮，整體呢一碟手工意粉口感層次非常豐富，我覺得非常好食啊！仲有啊，睇餐牌嘅時候記得睇埋邊隻意粉係手工製，手工製作好食好多㗎。另外佢哋嘅食物係有分大碟同埋細碟，我哋今晚食呢2碟呢就係細碟嚟嘅。除咗嗌咗意大利寬麵之外，我亦都想試下佢哋意大利海鮮飯 O 唔 OK？ 睇呢碟飯嘅外形，未食我都好似已經 feel 到每粒飯都好似吸飽咗呢碟海鮮嘅鮮甜汁液。塔斯曼尼亞嘅海鮮好食新鮮唔再講，最正呢就呢碟飯有勁多海鮮，我而家見到都想食啊！
就係話嗰碟白汁蝦寬麵同埋呢一碟意大利海鮮飯真係值得推薦俾大家。食完正餐梗係要食下啲甜品啦，壓軸甜品當然就係 Tiramisu 啦。大家見到呢一個組合係咪都覺得好正呢？軟滑嘅奶油、冰凍嘅雪糕、脆硬嘅餅乾、苦甜咖啡、朱古力，完全係平衡到每種口味嘅衝突，絕對可以提升 Tiramisu 嘅口感層次。咁樣食 Tiramisu 真係令到人回味無窮，好正啊！呢件 Tiramisu 甜而不厭，大家真係一定要試下。今集影片去到呢度，如果觀眾朋友鍾意我呢一集影片，請你俾個 like。如果仲未訂閱我 Alice in the Ausland 嘅頻道，請你訂閱同埋撳埋隔籬嘅小叮當，當我有新影片出，你就第一時間收到㗎喇。下一集會跟本地團去位於荷巴特南部嘅一個小島布魯尼島，喺南北一線觀景台欣賞美景，仲會參觀芝士工廠，一路食住芝士，一路嘆啤酒，仲會去生蠔農場去食又肥美又新鮮嘅生蠔，仲有就係參觀蜂蜜農場，去買淨係喺塔斯曼尼亞生產嘅 Leatherwood 蜜糖。塔斯曼尼亞實在太多景點要去，想知道布魯尼島值唔值得去玩，就一定唔好錯過下一集啦！我哋下一集再見，拜拜。